粵語有本事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各位介紹粵語本字報鬥嘅報，佢係咁樣寫嘅，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BAO 可以揾到。喺唐朝韓愈所寫嘅詩《戰士》裏邊有出現，原句係學齡不天生，邊花在踱步。意思就係講學易嘅長羽毛唔係天生就有嘅，而係經過孵化，學仔破殼而出，經過成長之後先具有嘅。意思就係講賢能嘅人都係有成長過程嘅。所以步就係指卵生類動物孵蛋，或者可以指動物長期停留喺個竇嗰度，譬如話步竇。另外步都可以指人長期停留喺一個地方。嗱，嗰啲平時成日步喺屋企嘅，冇乜社交嘅，我哋會叫佢宅男宅女。你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呢？